謝你何嘢，簡直就係我成為巨星嘅第一步啦。咁啊，我咧就自問介唔到你啲乜嘢，不過我知道有一間學校啊，哇個全學校啊嗰啲老師啊，如果跟到佢哋學嘢啊，真係可以變巨星㗎。嗱，杜姐唔係我唔順利，但係口説無憑啊。口説無憑唔緊要，即刻咧就揾晒佢哋啲導師出嚟咧，俾你睇睇，睇下你會唔會加入呢間熱愛歌唱嘅超級巨星，慕名入到一間飛升國際嘅名牌音樂學院，話要更上一層樓，將更好嘅音樂帶俾全香港嘅觀眾。哇！終於都嚟到啦，係我朝思暮想嘅超級巨星音樂學院啦！睇到啦嚇，好啦，邊個先？高呢個先啦。啊，兩個男士先啊，買起啊。呢個時間先快啲啦，好，你哋。1、2、3。哦，得喎，哇，有經驗喎。第二隊，係咪？第二隊啊！好啦，冇得重複睇㗎，好。前邊，大家前面先，大家前定先，係啦，低唔低嘅？今日錄音啊！越行越過㗎。可以，過嚟先啦，俾得出嚟㗎。你哋啦，6、4、3、2、哎呀，做出個頭我真係慘啊真係。好啦，時間咧係一模一樣，大家3個得啊。好啦，而家咧就要決勝負。